情志即係心理、情緒同埋精神嘅問題，會造成心腦血管問題、消化系統問題同埋內分泌問題，亦都會使到免疫能力下降。好，然後再講講針對呢4個關鍵點，我哋應該要點樣做。首先係飲食方面，飲食方面其實參考美國嘅膳食指南已經係差唔多㗎啦。第一個就要食啲營養密度高嘅食物，就好似雞蛋、牛奶、魚、紅肉同埋蔬菜水果等等。另一個咧就唔好食嗰啲工業化嘅產品，要食嗰啲天然嘅，即係好似啲薯片、辣條啲嘅就工業化嘅啦。然後第三個就係少食啲高鹽、高油、高湯嘅食物，其中有時高鹽同埋高油，一係中餐裏邊呢兩樣基本上都超嘅。反而湯咧，我哋其實平時喺飯餐裏邊食得唔係好多，美國人食得誇張啦。我哋只要適當控制下嗰啲飲料之類就應該冇問題㗎啦。然後第四個亦都對於我哋中國人講係好關鍵嘅，就係少食啲精米精麵之類嘅精緻碳水食物。網上仲成日有人宣傳話食粥養胃，要啲人多啲食粥，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嘅。佢哋宣傳就話粥中國人食咗幾千年，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嘅寶貴財產。其實呢啲人唔知道嘅就係中國古時候係冇精米精麵食嘅，佢哋食嘅其實都係啲粗糧，粗到咩程度啲？我講個故事俾大家聽聽。東漢嘅時候有一個皇帝，有一餐呢佢食咗一啲粥，呢啲粥咧就唔係用我哋而家米煲嘅粥，而係用一啲類似麥糠之類咁嘅糧食煲嘅粥。呢啲粥食咗之後就好難消化嘅，佢當時食咗之後咧個肚就唔舒服啦，於是佢就去廁所，但係佢喺廁所嗰度唔覺意啲跌落個屎坑嗰度，結果竟然浸死咗。即係有呢件事我哋可以睇得到。佢嚟當時作為皇帝食嘅，其實都係好粗好差嘅一啲糧食，而老百姓呢就更加唔使講啦，有得食已經係算好好噶啦，根本冇可能俾佢哋食到精米精麵嘅。哪怕係到咗上個世紀嘅80年代，我細個嗰陣食嗰啲米都係好粗嘅，同而家嗰啲米係兩回事。而啲粗糧呢喺而家睇嚟係屬於全穀類食物，反而比啲精米精麵要營養好多。食你啲粗糧對血糖完全冇壓力，反而食嗰啲精米精麵長時間食嘅話，好易就血糖高啦。第二點咧就運動啦，現代人普遍都係運動不足嘅，有一個成語叫做勞逸結合。因為以前啲人咧就做得好多嘢，好辛苦，哪怕係以前嘅讀書人，佢其實都要6天做嘢嘅，所以以前嘅人係唔存在話運動不足，佢哋擔心嘅就只係過勞，所以佢哋一定要勞逸結合，要揾足夠嘅時間嚟到休息。但係作為現代人，普遍就係運動不足，尤其是去到而家先互聯網時代。個個攞住個手機可以一刷刷到幾個鐘嘅，而我哋人類作為進化嘅產物，身體上面嘅每一個關節、每一個肌肉，基本上都係有佢嘅作用嘅。但係用進廢退，佢哋長期冇得到運動活動嘅話，佢哋可能就會退化啦。所以我俾大家嘅建議就係，唔單止我哋要做夠運動，而且我哋嘅運動應該要覆蓋身體嘅各個部分，俾盡可能多嘅關節肌肉去運動到，即係好似跑步同埋其他力量訓練都要做一做，咁就最好啦。第三個就睡眠，我喺網上搜索下全世界咁多地方啲人嘅睡眠嘅時間，我發現其實亞洲地方嘅人係瞓得最少嘅。大家可以睇呢一幅圖，以中國人嘅時間，佢哋大概計出嚟就係7個鐘頭多啲。醫生推薦嘅睡眠時間都係8個鐘嘅。咁睇上去中國人嘅睡眠時間好咗相對充足，但實際上我問問大家，大家有冇真係晚晚可以瞓到7個鐘嘅？我相信大部分人做咁多，加埋晏晝嘅，可能有一部分人就可能勉強達得到。佢呢個統計嘅7個幾鐘，我相信係統計埋農村嗰部分嘅。農村嗰部分人肯定比城市嗰啲要瞓得多啲。喺中國嘅1、2線城市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係瞓得6個零鐘嘅啫。所以我喺呢度俾大家嘅建議就係多啲瞓覺，扮少啲手機。呢度第4點，情志，呢個係最重要嘅，但亦都係最難解決嘅。情志即係心理、情緒同埋精神嘅問題，會造成心腦血管問題、消化系統問題同埋內分泌問題，亦都會使到免疫能力下降。而家大部分嘅疾病其實都係情緒、心理、精神問題直接或者間接引起嘅。所以如果情志問題易解決嘅話，就唔會有而家咁嘅現狀啦。要解決情志嘅問題，喺心理、精神層面上面，我係完全俾唔到建議，因為每個人嘅實際情況都唔同，一個人嘅經驗對另一個人可能係完全冇用嘅，只能夠靠佢自己去摸索或者去修煉。但係喺行動或者喺物理層面上面，我可以俾一啲建議。首先第一個就係前面講到嘅運動，尤其是跑步，係全世界公認嘅舒緩抑鬱症嘅一個好辦法。熱愛運動、習慣運動嘅人，基本上嘅心理狀態都會比較好嘅。第二個辦法就係講出嚟或者唱歌唱出嚟，因為心情唔好或者係抑鬱，喺中醫裏邊講就係肝鬱。
要解決肝鬱嘅問題，一個主要嘅方法就係將啲情緒抒發出嚟。抒發嘅方式就你可以將呢個問題向其他人講出嚟，或者就算你向其他人講嘅唔係呢個問題，講其他嘢，天南海北都未吹水都好，吹完之後你一個人都會舒服啲嘅。而再退一步，就算你真係揾唔到人講呢啲嘢，揾唔到人去傾偈都好啊，你自己揾個地方或者去卡拉 OK 開間房去唱歌，唱完一輪之後你會覺得舒服啲嘅，呢種亦都係一種宣發嘅方式。今期視頻到呢度，多謝。